你是谁？我叫萧炎，我是来取青莲地心火的，我没有其他恶意。墨家打进来了。 七彩吞天蟒，女王大人，青莲地心火我取走了。墨家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，您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必死无疑啊！您如果信我，就跟我一起走，我绝对不会害你。 女王大人，来不及了！女王大人，妖老，妖老，我拿到青莲地心火了！冒失鬼，一伙都乱说。你先出去，我帮你收着，一会儿进来炼化。好。 什么都要碰，当然就会不行啊！要不是我拖着你啊，你早就被烧成灰烬了，还不赶快在池子里面好好泡一泡？心绪不要乱，你的血、肉、骨、内脏，全部都要烧成灰烬，然后在火里面再行不见。 受不了的话就把火吐出来。要受罪是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逆着异火的方向走。如果异火反噬，那你就真的在那剑里永远都出不去了。 现在我帮你护着心脉，你一心一意，专心观想。
辛苦了。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事，小子，大有进步啊！3星大斗师，而且还有2种异火。出去吧，我看你的小女友也该等心急了。相公，你不能死！相公，千万不能死！相公，你不能死！你死了我怎么办呀？相公，相公，我求求你不要抛弃我！相公。相公，相公，你醒了！当然没事啊。太好了，相公，我以为你死了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你的恶难毒体我都还没有治好，怎么会死呢？那当然了，因为你还没有娶我呢。相公，相公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醒不醒？醒不醒？相公，你不许再骗我了！走了走了，回银城。走了。明日再医治一次，就可以根除了。只是这毒积年累月，入肺腑太深，如果真的根除，会对斗气损伤很大。能救回性命，已属万幸。莫要奢谈斗气。严萧先生，致谢的话就不多说了。今日救命之恩，莫齿难忘。纳兰家自当重谢。只是有一件事情还不明，想问清楚。您请说。严萧先生年纪轻轻，已经身怀2种异火，一种兽火，恕我眼拙，请问严萧先生的师承？恕我直言，这您就管得太宽了。我一生团结天下门派，以对抗魂殿为己任。今日不慎中了小小的毒计，若是死在他们的手里，也是命中注定。可是我这个人一生从不欠情，若是严萧先生跟魂殿有染，或是魂殿派你过来，那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，也不愿意接受救治。纳兰前辈能有此心，我的功夫也算是没有白费。至于我的身份，您可以放心，我跟您一样，都是跟魂殿有血仇的人。严萧先生辛苦，请前往前厅喝茶。等等，可否让严萧先生摘下面具，与我一见呢？爷爷，您刚有好转，还是先休息的好。照顾好纳兰前辈，明天我再来。
小家伙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范郎，你可终于出现了。我劝你少管闲事，我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你可以试试。是你拿了青鸾地心火。萧炎，萧炎，唐山长老，刚才纳兰杰病情突然发作，血线瞬间到达心脏。什么？怎么会？你替他疗伤的时候，有发现任何异常吗？他体内的毒血，比我去蛇人帝国前又重了几分。可见，就在这几天里，又有人在他的饮食汤药里面做了更大的手脚。是啊，他的饮食汤药是他的3个儿子负责。这种事情，外人不好参与。我再去一趟。他现在神志还算清醒，刚才毒发入肺腑之后，就拒绝外人再见他了，连我也都只能退出来了。唐山长老，血宗已至银城，魂殿反扑将至，黑暗将至。别哭，孩子，擦干眼泪，靠过来一点儿。爷爷，我还是去叫爹进来。跪下。拿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纳兰家族第19代的族长，朱云帝国的宰相，统领阴城的3000弟子，位列5大家族之首。爷爷，我做不好，我还小。纳兰家，你爹生性软弱，你2叔、3叔心术不正。你要是不做，你就把它扔了吧。爷爷，我害怕。过来，靠过来。不想死，我也想让你多当几年纳兰家的小公主，但是天不饶人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来很多事情都没有顺你的心，
你恨爷爷？那当然，我们墨家的暗器肯定是天下第一。只要我轻轻一指，就算你斗气再高，飞得再快，跑得再远，噗，一样给你打下来。对了，我这个兵器啊，相公，那个人为什么不追过来啊？谁知道啊？估计是个傻子吧。哎呀，赶紧跑吧！哎，两个傻子，说说吧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放我们出去！哎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再放给我看看呗。我们又不是蛇人，你抓我们干什么？哎，这火挺有意思啊。对了，忘告诉你们了，这网啊是星星碎片铸成的，材料是天铁。你们斗气再强，也化解不了我们墨家的东西。怎么办啊，相公？我们只是在荒漠里迷路了，听到你们的厮杀声才过来的。我们跟你们墨家无仇无怨，你放了我们吧。你们擅自闯进墨家的营地，可疑得很。但你这火有点意思，我们当家的应该会很喜欢。不过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说不定我们当家的会更喜欢。你别瞎想，我是属于我相公的，你们别痴心妄想了。相公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们碰你的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也不看看你这模样。我说的你旁边这小子。你就是那个身怀异火的少年啊？从哪儿来啊？我们兄妹俩，就是跟家里人出来做生意的。这荒漠里面风沙太大，我们就跟家里人走散了，所以才不小心跑到你们这个墨家营地的。兄妹，娘子，娘子，听听，听听，撒谎都不会。哎，你有什么异火？使出来，倒是让我看看。哎，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就算你斗气再高，脚没了，还能再长出来吗？竖在你们脚上的是无比锋利的天铁，千万别乱动。如果你乱动，就准备和你的脚说再见吧。把你的异火使出来，让我瞧瞧。兽火，这个也不错。我是墨家的当家墨成，你把它给我，我放你一条生路如何？墨成老大，我也想给你啊，可这个火我取不出来。我呢是偶然间吃了一团紫色的东西，
才有这火的。那我只能在你的身体上开一道口子，亲自把它取出来。那这样，我不就死了吗？可不是吗？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怪，有本事冲我来啊！冲你来，我怕脏了我的手。来人呐！老大，要第1杯还是第2杯？第1杯给那个出言不逊的绿丫头喝了。喂，哎，相公，你放心，你忘了我从小吃百毒长大的。当家的，正忙着呢，叫我干什么？大人说他等不及了。死的都是我墨家的人，他有什么等不及的？你们把他俩给我看好了。2个假人，可是相公，这个怎么办啊？收获不行，还有这个。哇，捕灵冷火！见过大人。怎么还没有攻下来吗？蛇人族根基深厚，蛇人又不好对付，我们墨家伤亡惨重啊！大人，要不多派些斗气高手一举荡平，岂不更好？我就知道我家相公最厉害了。可是相公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放火烧死那个娘娘腔啊？我还想了，但是不知道他的底细，我也不敢贸然就出手打他呀。啊？小心点总没错。走吧，赶紧逃。这就走？走。哎，我们就这样。嘘。站住！站住！走！快把人来了！别人跑了！站住！别跑！走！快！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快！快！来不及了，不要在意伤亡，直接攻下。大人，我们墨家的子弟要是都死了，那我这个当家的也不要做了。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，有条不紊的打，生擒美杜莎，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美杜莎正准备吞噬青莲地心火，真等他九转成功，哼，墨家怕是就要被他抹去了。是，一定会赶在他吞噬异火之前打下来。只是大人，这一次我墨家付出这么大的努力，事成之后，美杜莎归您，青莲地心火，还请一定给我们。将来魂殿攻打斗气大陆之时，我墨家愿当马前卒。好，我还可以助你吞噬异火，让你的功力一日千里。多谢大人，这青莲地心火我已经听闻很久了，
只是不知道，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？青莲地心火是斗帝为蛇人专门炼化的，神奇之处自不待言。只要你忠于魂殿，我自会助你。好的，大人，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等等，行营里又抓了什么人吗？回大人，只不过是蛇人的俘虏罢了。站住他！站住！一定是有俘虏要逃走。大人，我去看看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我的药鼎，我的毒箭，一群废物！快射箭！射箭！起来！上说青莲地心火应该就在这儿了，可我怎么还是没有找到入口呢？咱们都已经绕了4圈了，你不会是个路痴吧？相公，你别着急，你越催我，我越找不着。咱们再不快点，纳兰杰就要被毒死了。其实我就是想跟相公多一会儿二人世界嘛。那也得等正事儿办完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非得现在呢？恶难毒体只可以活30岁，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时间真的很长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只不过是小花开一个春天，小虫过一个夏天。不会的，你的恶难毒体，我一定会治好的，一定会让你活过30岁。慢慢找吧，咱们不着急。相公你真好。我觉得咱们现在啊，应该回刚刚那个岔路口往西走。啊？是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应该往北走啊？我只是个建议。好，就听相公的。走。走。
在外面等我。天神及蛇母在上，蛇王美杜莎虔诚祈祷，愿蛇国度过此次劫难，宁愿粉身碎骨，要护我家园，佑我臣民。陛下，莫巴斯将军求见。见。女王，属下无能。莫巴斯将军，战况如何？那墨家实在歹毒，杀了我族半数的士兵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些黑衣人做帮手，现在已逐渐接近王宫了。墨家与我们争斗100年，怎么这次如此强大？是谁助了他们？看来像是血宗。墨家已经投靠魂殿了吗？无耻之徒！我在斗皇境界100年，不见荆棘。只有吞噬青莲地心火，才有望突破斗宗境界，击退墨家。万万不可呀！女王，蛇人族都愿为你战死，你可千万不能以身试险呐！我已经集结了最精锐的一支队伍，现在就护送女王离开。我生于斯，长于斯。除了蛇人帝国，还能去哪？女王，墨家的攻势不留活口，完全是要灭我一族啊！请您多保重贵体，先行离开避难，他日复国才有望啊！不，我宁可战死，也绝不投降鼠辈。出去。女王，特邀贵校师生择其优者前来参加，以备炼药师工会之选，国师法网。一直以来，炼药师都是帝国最受尊崇的职业。我这身衣服就是炼药师的黑袍，勋章代表了你们的品级，披上它，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向你们求助，而你们要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们。这是一份艰难的职责，也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希望这一次的炼药师大会，我们的学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，穿上炼药师的黑袍。
银城还有这么好的地方，上次来可没住上啊。这里本来是一位侯爵大人的私宅，他把房子卖了，纳兰家盘下来，开了这个客栈，专门招待全天下来的朋友用。这纳兰家还是很有手面的。哎呀，不敢称大，在这银城之内，朝野之中，还得听老爷子一句话吧。哎，3位长老，你们可以住进最后一进，前后4进，同学们都能住下。晚上老爷子亲自出面，给大家接风洗尘啊。几位在客栈里若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务请一并告知。住就不必了，您就替我们谢过纳兰族长，我们还有其他事儿要办。银城兵皇海伯东恭迎萧家少爷。走，去看看。银城兵皇海伯东恭迎萧家少爷，备礼求见。怎么回事啊？是送礼送这来找谁呀？请问哪位是萧家少爷？啊，萧爷，知道少爷大驾银城，海老先生让我们兄弟来送拜帖，备了10几箱礼物，也都是些吃穿住用之物。公子在银城所居有闲，海老先生会亲自前来拜会。银城之中，他老人家一句话，也是都听的。公子，请。哇！两位，我不是萧炎。萧炎一进城的时候，他就先走一步了。他走的时候，正是说要找那位兵皇海伯东大人。2位尊驾，可是狼牙兄弟。长老谬在，不足挂齿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不知2位能否信得过我？东西，我先替萧炎收下。你们专程而来，回去跟海老爷好有个交代。如此甚好，这些礼物，烦请您转交给萧家少爷。告辞。告辞。不送。哇！你看那个，这么有钱的老乐章，萧炎居然不要。这么多东西，回头我再问一下小医仙，看到有人没？太值钱了吧？谁？他话赶话没当真，可那姑娘小医仙可当真了。哎呦，师妹，萧炎不就是去找海伯东，当面解释这件事了吗？对吧？藤山长老，我得替我家小姐告个假，老爷子想念大小姐了，我带她回去见个面。嫣然，回家住吧。相公！小仙，刚刚是你打我啊？我跟了你一路，你都没有认出我来。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认出来。真没认出来。这是我相公，叫大哥。大哥，赶紧去告诉别人，以后在路上见到大哥都要叫人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快去。不用了。萧炎是大哥，大哥。相公，走，回家吃饭。啊。爹。哎呦，姑爷来了！哎呀，想你呢。来，走，请。走。女儿，酒呢？你拿我当小公啊？哎呦，姑爷来了，你也用不着这么仗势啊，还敢欺负你爹？你看呢，真是。谁欺负？还请前辈恕罪。哟，这是哪一出啊？前辈，上次我就已经跟您说过了，当时在魔兽山脉，小医仙妹妹她心灰意冷，一心想寻死，情急之下，我才说出要娶她的话的，所以此事不能当真，还请前辈收回姑爷2字。另外，也请小医仙妹妹恕罪。怎么嫌弃我们爷俩？不敢，只是有实情不说，我有愧于心。
这就是你这小子不地道了啊！我知道你要来营城，准备了半个月，特意请了2位9星斗王狼牙兄弟去给你站台。怎么着，在外面人家还得尊我一句海老，怎么到你这我面子狗屁不是了？不敢不敢，你已经敢了，这是实情。如果我闷头不说，这才叫不尊重老前辈。别叫我老前辈，我还年轻得很。女儿，这话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呀？咱爷儿俩瞎高兴一场呗。相公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，都是骗人的。不是这样的，那是哪样啊？我自幼与纳兰家有过婚约。哦，原来你还指着当人纳兰家的乘龙快婿呀？姑娘，这高枝儿咱们攀不起啊。前辈，是有过，已经不算数了。当时，纳兰家悔婚，并非辱及我一人，还辱了我父亲和萧家。所以，我与纳兰家定下了3年之约，报仇雪恨。这个大事未了，萧炎怎么敢谈婚论嫁呢？况且父亲不知，亲族也不稳，我也还在上学，所以，我怎么可能轻易答应您啊？我今日来，就是来冒死领老前辈的法的。哎呀，我不想听你说那些没用的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家闺女？爹，你别丢人行不行？这种事情怎么……喜欢不喜欢，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。小医仙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他。待我大事了了，我们如何，未来如何，自有因缘。只是大丈夫做事分明，不应该糊涂应酬。这么说起来，你是喜欢我家闺女了。既然这样，就有的商量。坐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去把那拦截了个老头干掉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您别说笑了，怎么可以啊？哎呀，你别看我这家店乱七八糟的，这可是出云帝国第1富豪之地呀！6品7品的丹药，我这多的是拿脚踩的；6阶7阶的魔晶，我这有上千块之多啊！就算是皇宫内府的收藏，也不及我半分。哼呵。至于说到斗技功法，5大家族有的我有，没有的我也有。天地玄黄地字阶以下的斗技我都不收藏。点个头吧，孩子，都是你的。我这还有一张地图，是去蛇人帝国的，在那儿你可以找到青莲地心火，哎，天下23种异火之一呀，找着了也是你的，就看你一句话了。青莲地心火。前辈，我恕难从命。嘿嘿嘿，恕难从命。你起来！我海波东从来不讲那些假仁假义。再说一句，我一整打你个魂飞魄散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。吓到了吧？你看他有没有吓到？有没有吓尿？我看看。你，我是逗你的。相公，我一回来啊，就已经给你爹写了封信。你爹说啊，他没办法帮你做决定，只要是你决定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办到。我说姑爷，你得好好谢谢我，多亏了我磨破了嘴皮子，才劝得我家姑娘没有马上去找你。什么都没吃着。小远，就等你呢，咱吃烤肉去。酒足饭饱了，你们去吧。哎，你老丈对你可真好啊！少来，纳兰家能亏待你吗？
哎，你可别提了，我们一进去，饭菜都摆上了，听说纳兰杰吐血，我们就只好回来了。你说憋不憋气？哼，纳兰杰吐血。萧炎同学，到我房间来一下。是。这是何意？求求你，救救我爷爷！这是性命攸关的事，就算你恨我，也要告诉我实话。血宗的可怕之处，主要是他们的血液里有毒虫，也就是蛊虫。只要中了他们的毒，蛊虫就会进入血脉，就会对下蛊的人言听计从。难怪，你知道？难怪他在魔兽山脉说。与我们两家生死攸关，原来生死攸关的是他家。你成见太深了，唐山长老，这不是成见太深。当时，纳兰家明明知道我爹已经自废了斗气，但还是打伤了我爹，伤痕至今犹在。可纳兰嫣然毕竟是个孩子，他只是听命行事啊。那他听的也是他爷爷纳兰杰的命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现在没有能力，所以我不去报仇，但不代表我们的仇不存在了。萧炎，这个烙毒只能靠异火逼出。我知道这是为难你，算我个人求你帮忙行吗？这还没商量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哎，你先回去。身怀异火的人，我一定替你找到。藤山长老，请务必救救我爷爷。萧炎同学，这件事情，我于情于理再和你说一遍。我说完之后，你帮还是不帮，你自己定夺。这血宗之毒是蛊虫入脑，下毒的人可以操纵任何人，而这烙毒比蛊虫之毒更深。中毒的人不能通过废了自己的斗气来解毒，只能通过异火将毒素逼出。如若不然，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。纳兰杰虽然中了毒，可是仗着他深厚的斗气，神智还算清醒。他和我说，能治就治，要是治不了，要我一掌将他劈死。你说，我忍心下得了这个手吗？我和纳兰杰是至交，若真是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是绝对不允许他变成魂殿的傀儡。萧炎，我知道你明白，大丈夫安身立世，最要紧的是公私分明。你现在纠缠的是私仇，你想过没有？纳兰杰可是抵抗魂殿的中流砥柱，和魂殿的仇
你都忘了吗？啊？哎，哎，你，哎，唐山长老，萧炎绝对不会救纳兰锦，但是另一个人可以。藤山长老，我寻得一位高人，我相信他有办法。言萧先生，请。刚才，古河长老留了方子。古河长老虽然学识深厚，可他毕竟身上没有异火，所以这方子不济事。老家伙，我来救你的性命了。这位是言萧先生，他身上有异火。这可是我千辛万苦求来，为你治病的。先生，请。你把这个给我吃了。爷爷让你吃，你便吃了。嫣然，别胡闹了！这是我和古河、寒风三位长老用斗气将这烙毒控制在这只胳膊里。可是维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，这条红线一到心脏，神仙也救不了。哎，小心！言萧先生，你耗用太多斗气了，要不要歇息一下？兽火。你好些了吗？爷爷，藤山长老请来了言萧先生，为你驱除烙毒。言萧，我可没听说过。
老家伙，你已经是井底之蛙了。现在的青年英雄，早已超过了你我。他能来为你治病啊？你的运气好到天上去了。我孤陋寡闻，谢谢严萧先生。嫣然，替我给严萧先生磕个头。是。哎，本事大的人脾气也大。你先歇着，我去看看。东山长老，不高兴了？有蹊跷。此话怎讲？纳兰劫中的毒，像是长年累月腐蚀血宗的毒物所得，毒性积累得非常深厚，四肢百骸，无处不是。什么意思？两种可能。第一种，要么他早就是血宗的人了；第二种，就是这纳兰家中有血宗的内鬼，不然也很难做到常年服毒。连古灵冷火和狮王兽火都压制不住。古灵冷火是阴火之首，而这紫金翼狮王的紫火是兽火中的罡气之首。这两种火输进去，毒烧完了，经脉也烧完了，人也完了。我们要是想不伤经脉的去毒，就只能另找一种中正平和的火。世界23种异火，中正平和不伤筋骨的，唯有青莲地心火。哎，可是哪里去寻呢？说起这蛇人帝国啊，在距此万里的荒漠里面，那里的人皆由蛇演化而来，喜阴凉，恶阳光，寿长1000岁。他们的女王叫美杜莎，碾压天下。我老人家，自然是对她不感兴趣了。是，海老英雄了得，怎么会有这种心思？那当然了。说起这青莲地心火啊，是当初斗帝为了要酬谢蛇人国与之并肩抗敌，专门为他们炼化的。蛇王吞噬之后呢，可以进阶为上古异兽，老祖形态的紫幽岩蛇。可是现在美杜莎正值斗皇巅峰，想要吞噬此火啊，还欠点火候呢。果然还是海老剑夺实骨，万里之外的事情都说的犹如亲见。嘿，怎么啦？后悔了是不是？想改变主意了？哎呀，也罢，地图就在我手里啊！喊我一声老岳丈，双手奉上，我还陪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？勾账一把？您这是哪里的话？嘿嘿嘿嘿嘿嘿，少来了！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还多呢。你大老远跑来拍我的马屁，一会儿问我青莲地心火这个，青莲地心火那个，肯定是有事求我。哼！纳兰劫中了血宗的烙毒，只有青莲地心火，才能在不烧毁经脉的情况下驱毒。所以，你说什么？你要给纳兰劫治伤？